这财委会修法了后呢，南投县是预计会当增加144亿的分配款。县政府即马是按算要来替65岁以上的士大来纳因的健保费，也毋过这笔钱呢，并无编伫明年度的预算内底，所以议员是来质疑这政策恐惊是会跳票。那县长柯淑华伊是表示讲，明年度会用追加预算的方式送议会来审议，通过了后就会实施。 伫病院柜台挂号的，要互医生看的，大部分拢是老大人。南投县的老人人口真侪，县长柯淑华几若摆咧公开场合表示，财委会修法了后，县府会增加大约144亿的通筹分配税款，而且县府的负债已经清啊，所以县府打算摕增加的分配税款，补助县内65岁以上士大的健保费。 不过有议员发现，这条钱煞无编伫明年度的预算。是一种最好的迄个福利政策哦，希望有一系列的一个宣导，能够利用提升老人家的体能啊、身心状况啊。地尾部分吼，政府来补助，安尼上好。小朋友部分嘛，会当补助因甲国中、高中更较好。预算内底无看到编到这条补助，经过我甲县长执行的时阵。 县长已经有承诺，要伫明年开始要实施。南投县政府表示，县内65岁以上的时大有106000外人，扣掉资本就补助健保费的弱势族群，也阁需要8亿8千外万的经费。县长表示，等待中央通筹分配税款，甲一般性补助款的金额拢确定了后，县府会用追加预算的方式送议会审议，这项福利袂跳票。 新的财政的中心的分配，会当互咱县政府增加一寡预算吼。但是咧，目前也毋知会当增加偌济。不过，我嘛希望讲无负债了后，我就先来推动着明年，互咱65岁起的士大人，因的健保费用咧，就由县政府来负担。原住民的部分都是55岁。南投县府表示，等待明年这预算拢确定了后，也会全面性来检讨，看会当对生育补助。 育资津贴也是其他的社会福利来做，照顾到所有的县民。记者辛平仪南投报道。